主后2024年3月3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伊毋是已经死的性命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马可福音16章第1节到第8节。安息日过了，莫大拉的玛利亚、雅各的老母玛利亚，甲撒罗米买香料，要去抹耶稣的遗体。礼拜日透早，日拄仔出的时，因就去墓地。因互相讲，什么人要替咱将墓口迄块石割开？迄块石非常大块，因一个抬头看到迄块石已经割开。因入去墓内，看到一个穿白衫的少年人坐伫正边，非常着惊。迄个少年人对因讲：毋免着惊，恁咧找互人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，伊已经搁活，无伫遮。恁看，这是囥伊的所在。呾恁着去甲伊的门徒甲彼得讲，伊比恁先去加利利，伫遐恁会见着伊，拄拄照伊甲恁讲的。因对墓园出来，直直走，因为惊甲皮皮喘，搁硬去。因拢无对人讲啥物，因为因真惊。这个妇人去彼得甲伊的朋友遐，对因简单报告所听见拢总的代志。这代志以后，耶稣本身找遣伊的门徒，对东到西宣扬神圣不灭，互人得到永远拯救的信息。阿免。伊毋是已经死的性命。耶稣早起时9点受钉十字架，下晡3点就断去。约瑟向彼拉多要求安葬耶稣了后，就甲耶稣的身躯放踮一个对石盘插筒的墓穴。倒落时的日念安葬，通常会用香料和幼麻布包捆遗体。耶稣安葬的时，伊的老母和莫大拉的玛利亚也伫遐看守。总是因为得要进入安息日，因无法度继续处理遗体，所以安息日一个过，因清早就赶到坟墓，要用香料抹耶稣的身躯，搁伫看有啥物人会通帮赞因刷开墓前的大石头。互人惊讶的是，因来到坟墓头前，却发现石头已经受裂开。因行入墓穴，看见一个身穿白衫的青年人，就真惊吓。青年人对因讲：毋免惊，我知恁咧找互人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，伊已经搁活，无伫遮。青年人还爱因去甲耶稣的门徒讲，赶紧去加利利，因为主耶稣捌讲，伊会比门徒大先到加利利，伫遐门徒会看到耶稣。今仔日的经文描述，妇人惊讶甲恐惧逃离坟墓，无甲即个代志甲任何人讲。路加福音24章1节到12节，和约翰福音20章1节到10节的记载，彼得和另外一位门徒听到妇女的话就赶去，毋过简单看见空墓。妇女伫前往坟墓的路中，心内一定真哀伤，袂禁地问上帝：耶稣为什么会牺牲？伫因还袂明白耶稣搁活的真相以前，也可能会问：耶稣为什么会碰见？
敢讲是因做毋着啥物，闹到啥物。遮个妇女长路时个心情，就亲像真侪人拄着苦难个时相款，总是想要了解造成苦难个原因，为虾米会发生遮个代志。但咱知影主耶稣已经告我，伊并无伫坟墓，也无伫死亡个控制下，搁较无踮伫黑暗甲惊吓个恐惧中。耶稣已经对死告我，而且照伊捌讲过个话，继续向前迈进。伫庆祝甲纪念耶稣告我个时刻，咱也相信耶稣告我，搁相信伊会告我会当互咱个性命改变。咱还需要亲像遐个妇女共款，因为无清楚明白耶稣告我个意义，伫为苦难烦恼，为着苦难找原因是无？或者是咱应该倚靠上帝，互耶稣告我个带领，求上帝帮助咱性命更新，互咱有告我个愿望。检查咱应该思考个是，当面对哀伤、病痛甲苦难个时，咱无一定爱去探索苦难发生个原因，反正是爱来到上帝面前，相信上帝伫咱受苦个时，会使咱气力去面对。因为耶稣是告我个主，伊是一路陪伴咱个主，伊毋是踮坟墓中已经死亡个性命。默想，当我相信耶稣告我，我个人生态度是毋是也会对耶稣告我更新？还是我依旧活踮过去个伤痛中，忽略倚靠上帝个力量，无法度继续迈步迎往人生个新希望咧？当我相信耶稣告我，我个人生态度是毋是也会对耶稣告我更新？还是我依旧活踮伫过去个伤痛，忽略倚靠上帝个力量，无法度继续迈步迎往人生个新希望咧？做伙来祈祷，上帝，你是带领个主，你互主耶稣对死告我，也会当互阮个性命有气力继续勇敢向前。当我面对困难、忧伤也是苦难个时，求你带领我脱离黑暗甲死亡，奉主个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